后来，这个通宵新补的落日大道，从俄罗斯上水的公路，逐工若到尾仔晚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都会吸来袂少的民众。为着要出境，真侪人会冒险穿过台61线的联络道，甚至走到大路中来翕相，真危险。所以苗栗县政府争取中央的补助1200万，要伫咧台61线正边的空地啊设一个观景台，要互民众会当安全翕美景。一张黄昏的美景，人讲是上水公路通宵新埔大道是伫遮翕的，要找到上好的角度，现场做侪状况的。民众就是安尼，徛伫路中翕相，还有人骑重型机车经过，直接停伫路中就安尼翕相。警方可能伊唔通安尼，因那个感觉家己无唔对。不是啊，你想开就开啊，你讲一下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就不拍啦。对啊。警察讲，对今年正月到即马已经开出85张的罚单，苗栗县政府向中央申请到1200万，县电里边啊设立一个观景台。紧速来设置一个挑高的观景平台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我们公路跟这个海跟天连成一色。县政府讲，地点是伫台61线正边的空地顶悬，离车道还有一段距离，安全无问题。另外，嘛有停车场，安尼才袂乱停车，造成交通的混乱。